即使家人患上認知障礙症，唔等於要停頓一切嘅生活。好多時照顧者為咗避免發生意外而過度保護同照顧，令到患者經常呆在家中，反而令佢哋嘅問題惡化。一齊睇下喺家中可以如何作出合適嘅安排，令到長者更能居家安老啦。日常活動，讓患者進行自理嘅活動，例如洗面、刮鬍子等。配合患者從前嘅習慣，安排合適嘅家務活動，例如抹台、執拾衣物等。如果觀察到患者活動有困難，可以按能力簡化活動。照顧者根據患者嘅興趣喺日常生活中安排唔同嘅活動，除咗可以保持患者腦筋活躍、延緩退化外，更加可以令到患者感覺自己仍然有能力，對患者嘅生理同埋心理方面都有幫助㗎。